各位兄弟平安。咱礼拜即要开始，请大家用预备心来敬拜咱的神。那咱手机啊，请大家关机，也是开飞行模式，多谢大家配合。哈利路亚！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平安。今日做伙来敬拜咱的上帝，上帝伊爱咱每一个敬畏伊的人。但咱较无伊的时，咱的心就伫着头放，阿免吗？阿免。邀请大家做伙起立，咱做伙来讲：信神我欢迎你，信神我欢迎你，信神我较无你，信神我较无你，信神我爱你。信神我爱你。今嘛有一点仔的时间，是咱甲上帝的时间，做伙来对主来祈祷，求上帝伊的信心，今嘛伫咱的每一个人的心中，将咱所有的烦恼、阮所有的坎坷、阮的健康、咱的家庭，完全拢交托予咱的上帝。阿门。求主这个时阵来帮助咱每一个兄弟姊妹。会当拍开咱的心来敬拜，阿罗咱的主。哈利路亚。今嘛咱做伙来用读咱的《使徒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丢彼拉多临来受苦，定十字架死，埋葬，落阴母。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受天，打坐全能的父上帝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复活。永远的活命，阿门！哈利路亚！耶和华是咱的牧者，阿门，阿门吗？阿门。咱继续来敬拜咱的上帝。来跳舞哦，来主。耶和华是我牧者，我无地高欠亏，互我倒伫青青草坡，伊安歇的水边，伊互我。
高度，真是有够高水的。我相信上帝足欢喜，阮的所有的跳舞。感谢老主，咱有一个最好的朋友就是耶稣。即摆来拍一个拍出来的心来敬拜伊。所讲，阮毋免惊吓，因为伊甲咱同在，伊会坚固咱，伊会帮赞咱。这时咱也起来双手，搁对主来讲，主啊，我需要你伫我的生命中掌管一切。主，求你保守我的心，我的力量，予我会当存赞你旨意。完将你话有藏伫我内心，做路中的光，才做我脚前的灯。我的力量，予我会当勇敢向前行，因我知影有时我犹原软弱，求你带领我，予我袂
官兵来祈祷。咱为着花莲光复乡的恢复来祈祷，其他的人员的平安，搁有阮教会每一个兄弟姊妹的健康来祈祷。咱喊话三声的主啊主啊主啊，咱就做伙来祈祷。主啊主啊主啊，做伙来祈祷。主啊，送来到你的面头前，求主来帮助咱每一个兄弟姊妹，会使面对所有事来对，有事就对你的心态，有你的菜，谢谢来帮助咱的面对。咱的祈祷真最芳芳的祭，献互咱的上帝。哈利路亚！兄弟姊妹，请坐。这时，咱要来攻读圣经。圣经记载，新约圣经马太福音书第4章第1节到第4节，请咱做伙攻读，请。后来，耶稣互圣灵带去旷野，伫遐受魔鬼试探。耶稣敬食40命日，后来就枵。试探者我来对伊讲：既然你是上帝囝，命令遮的石头变做饼。耶稣应讲：圣经有记载，人对我毋若我靠饼。是我靠对上帝喙做出的逐句话。圣经攻读到遮，愿上帝的话语点伫咱的心内。这时，咱来请何兆明长老。今日咱有邀请对新德圣经学院的专任老师曾信德牧师为咱来讲道报告甲请安因为咱牧师出国所以伫即个期间咱有坐会当真欢喜有庄信德牧师来为咱正道，咱今仔会当真欢喜咱邀请庄信德牧师为咱要讲的题目是信仰生命中上恐怖的试探。1、2、3。各位兄弟，大家平安。今仔日代表新的圣经学院来到大家中间分享信息吼。一开始的是我要请大家看一个短短的影片，是今年新的圣经学院请安的影片。3分钟了后，我开始来分享今仔日的信息。圣经学院奉献主日，咱学院的意向是用4个R 做目标，
第一个 R，rest。圣经讲，拢静静，就知我是上帝。伫无用的生活中，真侪人心灵真疲劳。圣经学院毋茫提供兄姐一个所在，会当安息，佮恢复气力的所在。第二个 R，relationship。伫梦中，雅各看见有一个腿伫地呢，腿的顶面拄天，有上帝使者伫腿呢起落落。伊亲身经验上帝甲人连结。圣经学院是一个互大家伫遮会当甲上帝三拄、甲人三拄、甲大自然三拄的所在。第三个 R，renewal。无论什么人，若甲基督结连，就是新创造的人。旧的已经过去，但拢变做新的。咱看见真侪人伫圣经学院透过课程、聚会、服侍，生命受到更新，心灵受到翻转。有限的生命因为伫基督里转变做无限的祝福。第四个 R，recreation， 着时常甲主结连来欢喜。我阁讲一解，着欢喜。伫即个所在，喜乐毋是表面的，是一种深沉的生命力。搁较重要的，生命着不断更新，有新的创造。圣经学院期待做一个充满喜乐、稳定甲创意的所在。互兄姐会当发挥恩赐，做伙创造新的服侍方式。亲爱的兄姐，灵性成熟的四个 R， 无单单是理念，阁是真实发生伫圣经学院无数生命中的故事。今仔日，咱诚恳邀请你甲咱做伙。透过你的奉献甲支持，互即个梦想继续延伸，互搁较侪人因为上帝的疼得到更新。好这是头拄咱听到的配音吼，是圣经学院院长的声吼。毋茫会通借着今仔日的请安请兄弟姊妹伫祈祷甲奉献的中间替阮新的圣经学院来带导。我相信咱一定捌去过新的圣经学院参加活动啦吼。久长阮的学校伫无论是长老教会或是外教派，有真侪好的体育会、东港造就训练会，无论总会、中会，拢有办伫迄个所在吼。因为即马无有固定的学生，主要就是用这营地以及课程来服侍正教会咱的奉献会当帮助即个所在，诚做更较大的祝福咱要进入到今仔日的信息一开始邀请咱搁一摆，三个来祈祷，三个来祈祷。天堂的上帝，阮感谢你，因为你的话是阮生命上重要的亮光。阮恳求你帮助阮，伫圣神上帝引带内面，会通伫马太福音，就是主上帝你面对试探的现场来得到提醒。你的话帮助阮，会通伫圣神的光照内面，看见阮每一日拢需要你。当心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伫今仔日要和兄弟姊妹分享即个题目叫做“生命中间上恐怖的试探”。我毋知对你来讲，什么试探是你认为上大的试探？对一个基督徒的生活来讲，一般来想到试探，拢会想这三样代志：钱、权力、情欲。但是你想看觅咧，若对耶稣基督来讲，耶稣伊敢有面对这三个试探？或者是讲头拄咱所读的圣经内面，伫马太福音第4章，就是撒旦来试探耶稣的时，撒旦用这三个试探，倒一个是第一个撒旦对耶稣的试探？情欲，因为妖是毋是？巴肚枵，枵是一种需要，是毋是因为这项事，所以撒旦会通有机会来试探耶稣？表面上看起来是安尼，实际上是安那？咱三个来看这个经文。
圣经伫马太福音甲路加福音拢有记载耶稣基督面对撒旦的试探。面对试探的第2、第3个顺序，马太甲路加有无相款，一前一后安尼啦吼。但是对马太甲路加来讲，第1个试探无改变的，就是当耶稣基督受圣神的引带到伫旷野，撒旦来试探耶稣的第1个试探拢共款。好，即个经文甲咱讲，迄个时阵当耶稣受圣神的引带，换一句话来讲，耶稣面对的试探，一开始并毋是对撒旦来。耶稣面对的试探，一开始是圣神上帝引带圣囝上帝。换句话来讲，毋是因为耶稣巴肚枵，乃是因为圣神上帝引带圣囝上帝来面对，互咱每一个基督徒拢有5万的试探。耶稣去到伫旷野，我相信即个40天的旷野对真侪老基督徒来讲，咱拢真熟，因为对比以色列百姓伫旧约40年哈。伫即个经文的内面，咱看即3个试探，耶稣的回答基本上拢出伫申命记的经文。换一句话来讲，圣经要帮助咱看见耶稣的试探，咱毋通有一个刻板印象，讲迄伊会通赢过试探，拢是因为伊是上帝囝。那我活伫2025年的现代，我面对试探，我是一个真平凡的人哈，我有7情6欲。所以我无可能赢过试探。咱看耶稣伊怎样赢过试探，毋是用伊的 supernatural 超自然的气力，乃是照圣经来讲，伊敢若用圣经上帝的话，就会通帮助伊，也会通帮助咱来面对试探。好，咱来看即个故事是安尼，即个圣经的真实啊，毋是敢若咱讲 story， 伊的概念不是虚构的，伊是真实的。讲即个事件，当耶稣40年日。伊无食物件，有一个真客观的描述，也是耶稣真主观的需要，就是伊巴肚枵。好，因为耶稣会巴肚枵，所以撒旦的试探毋才有意义。那耶稣袂枵，伊的试探就无有意义啊！吼，所以当撒旦来到耶稣的面前，撒旦问耶稣，或者是邀请耶稣试探耶稣做一项事，就是甲石头变做啥物？变做食物，变做饼。利未，你敢捌想看卖，为什么石头变做饼是一个试探？那耶稣真正甲石头变做饼，伊犯倒一条罪。试探的意思就是要互耶稣犯罪嘛，哈。若甲石头变做饼，为什么是一种罪？我听一下，你爱想看卖，你会通前后讨论一下吗？为什么耶稣伊甲石头变做饼是一个试探？你会当讨论一下，然后我等下访问大家，你想到什么款的理由？头前个较少年的真认真讨论，后面敢若足客气的，敢若做礼拜袂使讲话安尼吼。为什么这是一个试探？好，我会使问迄个。后面坐咧，敢有执事，也是长老，也是热心的长老，甲热心的执事。因为开长老玩笑，长老比较不会离开教会，开平信徒他就走了。敢有人有要分享？讲为什么耶稣甲石头变做饼？安尼算伊的犯罪？头前个长老才讲。毋知对毋对啦吼？我感觉伊就是无照天父的旨意去行，所以因为拄仔牧师有讲迄旧约啊，旧约拢是耶和华吩咐啥，你若无照做，你像迄摩西，伊无水好食，伊就去甲讲一个，我无法度进那个迦南地，吼，所以伊就犯罪，所以伊就甲禁止讲你袂使去，所以我讲，这是给他掌声好吗？真有智慧的长老，请坐哈。实在是安尼。有真侪时阵，伊用一个真好的角度帮助咱哦，好长老啦吼，用一个真好的角度帮助咱去了解。那耶稣无照上帝意思，但真趣味。当圣神上帝引带圣囝上帝去到旷野时，圣经敢有讲圣神上帝甲圣囝上帝讲：你袂使食物件哦，你袂使甲石头变做饼哦，也是讲我逐工拢有玛纳，也是鹌鹑，有无？若照旧约圣经。
以色列百姓因是有物件通食，是上帝的应允。但是耶稣伊伫遐都无物件通食啊！吼，好，咱来想看觅。我毋知你敢有去过耶路撒冷，还是去到莫讲耶路撒冷，去到较偏僻的所在吼，你若看规山边，其实拢有足侪石头。你若去过近东耶路撒冷，去观光过吼，其实一片看过去，拢是石头，有沙漠，有石头，就是没有植物哈。但是你若看遮尔侪石头，请问遮个石头什么人的？上帝创造的，敢毋是？耶稣因老爸的嘛，天父上帝的。所以当耶稣甲石头变做饼，那伊无食，嘛无算罪，敢毋是？那食可能就是伊即摆咧禁食嘛，有一个规定，就是即摆若是禁食，食物件都算犯罪。但是变魔术无算犯罪吧？甲石头变做饼，我若甲变，我若较搞怪，我若甲变做马卡龙，有足侪无共款的颜色啊！变咧，佫甲变转去，莫食落啊，对无？石头变做饼，饼佫变做石头 ，OK 啊 ，OK。因为咱一般来讲，什么是犯罪？犯罪意思就是讲，譬如讲，即摆即个物件伫何顶路的手中，我甲抢，安尼算犯罪嘛？因为即个物件属伫伊，我若摕别人的物件，摕无属我的物件，我甲人抢，迄是甲人安那偷摕，迄是甲人骗。诈骗基督徒，为什么大概恁公司若要升主管，拢无升到你？所以咱就伫厝里甲上帝祈祷，讲上帝啊，我既然是你的囝，太多你互我得到 SARS， 你互我得到 COVID-19， 你互我得到癌症，为什么上帝啊？我是你的囝，我伫每一个公司，若有机会派人出国考察的时候，若拢无派着我，上帝啊，为什么？有真侪时阵，咱会甲上帝祈祷，讲上帝，我既然是你的囝，我既然是你的查某囝，为什么你要安尼对待我？而且兄弟，既然是上帝的囝，是真侪时阵，咱的心内会对上帝祈祷的内容，讲主啊，我既然是你所听的，那就是上帝若无照咱所期待的来回应咱的需要。上帝会真无民主，你知影？讲上帝，我既然是你的囝，我若安尼，你会无民主啊？你若无民主，我若人生拄着安尼，你也无较好啊。所以上好，你爱祝福我，安尼你较有民主。你说这如果不是情勒，什么是情勒？有真侪时阵，咱安尼甲上帝祈祷，你知影安尼祈祷有效无？有时有效，敢若有时也无效。这是臭拄坎拄着的有效无效吗？你若看创世纪。出埃及记，这个摩西五经的内面，有一届摩西甲上帝嘛安尼祈祷。当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因派12个探仔去看迦南地，对无？然后10个转来投票，10个讲袂通入去啊，2个讲会使。上帝先生气啊，就甲摩西讲啊好，安尼因拢莫入去，我互你的子孙入去。摩西甲上帝讲安那，讲毋通啦，你甲阮为埃及带出来吼，逐个人拢安那。目睭金金咧看，看这个耶和华真诶也假啊！你既然甲阮为埃及带出来，我若死伫旷野，你就无民主啊，敢毋是？我若死伫旷野，你就无民主啊！无采讲，你互逐个人拢认捌讲你是耶和华上帝，你用真大诶能力神者将阮对埃及引带出来，但若阮死伫旷野，你就无民主。你发现，咱看见出埃及记诶上帝有接受摩西诶请勒无？无呢？在以色列百姓到后面，因拢安那死伫旷野。所以你看见讲，撒旦对耶稣的试探，有一个真深刻的挑战，也是对你甲我做一个基督徒的人生来讲，咱常常面对这个试探，就是上帝，我若是你的囝，我若是你的查某囝，照你来讲。这个思考基本上是望上帝证明，望上帝做一寡什么代志来证明讲你真正听我。那上帝你无证明，就表示你无听我。这是撒旦对耶稣的试探，非常有规律的试探。因为伫你甲我真实的生活内面，
咱也常常面对即个心中的声。耶稣要怎样面对即个试探？咱要怎样面对心中对上帝的期待，甚至有可能形成不满？耶稣对撒旦的回答真趣味。耶稣讲：圣经安尼讲。耶稣讲：圣经安尼讲，这是什么意思？就是今仔日咱有做礼拜的兄弟，明仔载股市会起也是会落，百面落的啊。为什么今仔做礼拜，明仔载股市会落？这是 common sense 啊，因为礼拜五美国跌800多点嘛，对吧？所以明仔载无意外，你要即马若要卖嘛卖付啊，一定很多都是一接开盘就跳空跌停这样你讲无事啊？配，刚才咧讲明仔载股票，我要讲的意思是，今仔日做礼拜兄弟，你即马过去所买，明仔载一定袂落，敢袂安尼？袂嘛？无可能是今仔日做礼拜，若安尼礼拜堂就坐较满啊！我甲你讲，大家排队要入来啊！我讲即间庙有够兴啊，有够兴的啦，因为即个神明有够有效的。耶稣竟然用远水来救近火。咱的人生拄着困难，真侪时阵袂去看圣经，会去看盘，不会看圣经啦。咱的人生会拄着困难，一般来讲是请教专家的意见。但是耶稣真趣味，当伊的人生即马巴肚咕噜咕噜在叫的时阵，巴肚在摇的时阵，耶稣竟然回答撒旦，伊用圣经的话安尼回答。对耶稣来讲，圣经所发生的是真真实实的事件。以色列百姓伫旷野，因所面对的是真实的困难。耶稣伊面对也犹原是一个真实的挑战。咱的人生是真实，但有真侪时阵，咱伫真实的人生中间拄着困难，咱无拄会用圣经来解决困难。因为感觉讲圣经是高大上的物件，拢政治正确。那亲像咱永早小学的时阵，当然咱的永早毋是头前学技术的永早是差不多我这个年纪进前的永早。永早咱读册的时阵，伫迄个学校围墙前面拢嘛有写什么三民主义啊呐，统一中国有无？迄拢是政治正确啊。我永早演讲比赛的时阵，拢嘛是呼口号一下安利才得冠军啊。这种政治正确的物件，对咱的人生来讲，即马拢嘛是资本主义统一全世界毋是用什么款政治的意识形态来统治。若是安尼，咱常常将圣经也当作是一种标准答案。这个标准答案对咱每一天的生活来讲，圣经还圣经，咱的判断还咱的判断。但是当耶稣拄着试探的时阵，拄着一个真重要需要做出决定的时，伊竟然用圣经的现场，就是上帝怎样帮助以色列百姓，也是安尼会通帮助伊。虽然看见以色列百姓的巴肚枵伫过去的40天，那亲像即马耶稣伫40天结束的时，耶稣也犹原巴肚枵。耶稣用伊生命的经验来甲圣经内面真实的经验来对话，就是要帮助咱真实的体会讲，主啊，我每一天真实的需要，你拢知。迄个知是因为我看见圣经的现场，有上帝你信息的工作来帮助以色列百姓。你也要用你的信息来帮助我。无可能，我伫2025年的需要，圣经无办法回答，因为圣经是上帝亲身的在场。互咱看耶稣对撒旦的回应，咱感觉讲真奇怪。耶稣讲人活的毋是干那靠食面，是爱靠啥？靠上帝嘴所讲一切的话啊！你听见即句话，你有感觉讲真实？嘛就想要甲耶稣打枪无？耶稣讲人若活毋是靠食面，是靠上帝嘴所讲一切的话。这好像是我们听过说，金钱不是万能，但是怎么样？但没有钱万万不能啊！我想要给耶稣调整，我耶稣啊，那个话讲啊最好听，讲人活毋是靠食面，好胆你拢莫食。
好，当你拢莫食，我看你会活无？立位，你若看新约圣经讲耶稣有食无？毋是敢若有食，佫有啉呢？是毋是安尼？第一个新食是啥物？第一个新食就是甲水变做酒啊。然后你若看耶稣较遮的人伫法利赛人咧对话，耶稣讲，惊死的约翰来吼，伊无食无啉，你讲伊是互鬼附身啊？人子来又吃又喝啊！你们说他是怎么样？贪食好酒。啊，即句话来讲，耶稣伫伊迄个时代，人拢讲，即个有够爱食，佫有够爱啉啊，贪食好酒。耶稣伊去到耶路撒冷进前，路加福音19章，耶稣去到一个亚在因兜，向因兜，撒该因兜。耶稣去遐培灵会吗？耶稣去遐食饭啊，敢毋是？好，所以耶稣常常甲遮个罪人三角同坐倒。你知影罪人伫食的，甲你我无共款。你我食的伫厝里拢粗茶淡饭，罪人食的拢是大鱼大肉啊！哦，所以耶稣拢去到遮犯罪的人来，因兜去食饭啊，拢食好料的，拢食好食的。你讲圣经拢安尼讲，耶稣你家己为什么要讲人活的，毋是靠食面？啊，你嘛食太多，你讲毋是靠食面，好没有说服力哦。到底耶稣的意思是啥物？耶稣这个所在对撒旦所回答的，讲人若活，毋是靠食面，是靠上帝话所讲一切话。坦白讲，伊上大的关键是人活的。什么是活的？你为什么是活的？我会记得，毋是我，就我的老爸嘛是牧师。当我细汉的时，我老爸若去病院探访回来，特别是去交病房探访回来，一定会甲我的小弟讲我吼，若有一天安那的事，你千万毋通甲我插管，吼，千万毋通甲我乞求，因为伤痛苦啊！迄阵听懵听啦，安尼，一直到有一天。当我嘛做牧师，嘛常常去病院探访，特别是去到交病房探访。当下我嘛甲阮囝讲哦，恁爸吼，若安那的时阵，你千万毋通甲我插管，吼，你也毋通吼甲我即个急救，吼，因为我知影我大概拢甲阮囝创治啊，阮囝就甲我开玩笑讲，爸有一天吼，你若坐轮椅哦，你甲试看卖，我要甲你刹较紧的安尼，啊不要踩刹车。我讲我若有一天吼鼻胃管，阮囝可能甲我喂麻辣火锅安尼，吼我就惨啊。就是讲，你知影人若病活的吼，我哪会通选啊？我要选用鼻胃管活的，还是我要选会通家己点？我要麦当劳1号餐、2号餐、3号餐。当然，我嘛是要家己行来行去，家己赛车，家己做判断啊。什么是活的？我倒伫病床嘛是活的，我会使自由行来行去嘛是活的。若是咱会通做选择，咱要安怎选？讲这边选啊，当然是选会通自由决定、自由行动的活的。是啊，耶稣这个时阵对撒旦的回答，是一个超越时间的回答，就那亲像当时撒旦对亚当夏娃的试探。你知影撒旦对亚当夏娃的试探，撒旦安怎讲？讲你若食无拄拄安那？无拄拄会死啊！要食看卖啊，食看卖，无拄拄会死啊！所以耶稣这个时阵就回答撒旦，讲人活的，你我做一个基督徒，无读圣经会死无？袂晓啊会死，咱毋是活甲好好。你讲无啦，无算咧讲安尼讲哦，逐工有读圣经的呢。无你去问迄个无读圣经的，你问迄个无读圣经的。可能迄个无读圣经的身体比咱较好，伊咧读圣经，伊咧运动啊，敢毋是？所以有读圣经无拄拄比较健康啊，有读圣经无拄拄比较健康。你无读圣经，伊用时间去健身房，伊用时间食好食的物件，伊用时间研究股票，伊用时间研究了赚的钱比你比我佫较济啊。入去无读圣经会使
上天堂无？会使无？会嘛？你讲无输你较早讲，害我读啊呢？读圣经其实毋是一个条件嘛，毋是一个条件。照喙相信，心承认。所以咱看见耶稣对撒旦的回答，是一个非常真实的回答吧？是，你会使免读圣经，你嘛是活的；你免读圣经，你嘛是活的。但问题是，你要即种的生命无？咱免用家己的喙食物件，用鼻胃管，咱嘛是活的。但是若照正常的事，咱袂选择即种活的啊！咱会选择讲，我要家己选择，今仔日是要食汉堡，是要食火锅，还是要食饭，要食饭，要食面啊？这是咱的自由。原来上帝互咱用自由意志，是要体会什么是迄个活的，非常宝贵的体会。每一天的生活，咱拢会通做真侪决定。我决定在即个物件，我决定去迄个所在。但是圣经上帝宝贵的讲话，敢是咱选择的对象吗？咱会选择用甲上帝亲近，读上帝所讲的话，成做我活地的内容吗？你讲我其实无读，有读圣经，无读圣经，我其实拢活了真好。迄种的活地，甲耶稣基督对撒旦的回答，成做咱一个真重要的提醒。咱的每一天，拢会通活伫有上帝所赏赐的空气、日头的稳定内面。但是上帝除了互罪人甲好人甲歹人拢共款有日头以外，上帝特别互伊的百姓有一个活地更较大的祝福，就是伊的话。亲爱兄弟，咱面对圣经上帝宝贵的启示，你怎样体会？你怎样看？耶稣面对撒旦的试探，就那亲像创世纪的第3章，撒旦去到伫亚当夏娃的面前，撒旦对亚当夏娃讲的第一句话是什么？讲上帝安那，敢真正安尼讲？上帝敢真正安尼讲？你知影撒旦伊上爱做的代志，无论对创世纪或是到马太福音，撒旦拢做同款的代志。就是爱咱怀疑上帝的话啊！敢真正安尼讲，无拄拄吧？咱今仔日会通坐伫遮，诚做一个基督徒，坦白讲，迄是因为上帝的话，启示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囝。若无照着耶稣基督，袂当得到永远活。如果咱的信仰是因为耶稣，是因为圣经甲咱讲耶稣的真理，咱才相信。那安尼，圣经兼毋是咱生命中间上重要真理的基础嘛？但真侪时阵，咱的人生得到智慧，无拄拄需要靠圣经。咱的人生得到智慧，咱会用世界的体会、人生的经验，用报纸所讲的、用网络所讲的，来成做咱相信，这个是真实。This is reality。什么是真实？是咱的人生所形成的经验。就是咱望对世事的勉励，是亲爱的囝、亲爱的查某囝，你爱照圣经上帝的心意，也是讲恁爸甲你讲啦，向当时啊吼，若无安那的时吼，你爱听老人的话啦，不听老人言怎么样？吃亏在眼前。咱对世事的勉励时常是用咱的经验做出发啦，讲若无阿公阿嬷，若无我过去的努力甲拍拼。那你的人生，所以你要听我一句话。你若无听我讲哦，有一天你会真安那。咱用咱的经验来勉励世事，咱真少用圣经的话来邀请因领受上帝的真理。伫咱所勉励后一代的现场，就反映咱相信什么，就反映咱到底看什么最真实啊。我的人生经过50年、80年是真实，也是圣经这几千年上帝的启示是真实。当然，上帝的真实无拄拄表示我的人生是假、无真实，但是我的真实对比伫圣经的启示，到底什么款的真实是去到伫永远？
但是圣经的启示是较赢过时间的限制，去到伫永远。撒旦对亚当夏娃的试探，毋望因骄疑上帝话，今仔日也诚做你我的试探。到底咱的人生每一天的生活，圣经甲全联都一个较真实。你讲倒嘛全联，巴肚枵落去全联买物件，去麦当劳买物件，敢有圣经比麦当劳较真实啊？是吗？这个世界的人是安尼认为，但是咱做一个上帝的囝儿，咱要怎样思考？撒旦第一个努力就是爱所有上帝的囝儿怀疑讲，上帝话敢真正是安尼？然后你看，这个妇人人夏娃对撒旦的回答，夏娃安怎回答？讲上帝捌安尼讲，这是什么意思？咱人生中间对上帝的话，撒旦讲上帝敢真正安尼讲？伊这个话一讲出来，就是反映什么？反映上帝即马毋是真正伫遮。圣经不过是几若千年记载落来的文字尔定。上帝毋是真正安尼讲啊。比如讲，我昨甲席维尼吃饭啊，你知席维尼像啦吼，对方一个朋友安尼啦吼。席维尼甲我讲啊，我心内上大愿望，就是恁台湾紧紧独立吧。你讲真正的吗？你真正甲席维尼食饭吗？席维尼会安尼讲吗？席维尼应该袂安尼讲吧？伊应该是颠倒变安尼讲，对不对？那席维尼坐伫下面，我会安尼讲无？席维尼甲我讲乱讲，我也无安尼讲啊！来人啊，抓起来！对撒旦来讲，伊咧试探耶稣；对撒旦来讲，伊咧试探夏娃甲亚当。伊讲这个话，其实是无相信迄个启示的上帝，即嘛嘛有完伫遮。所以记载我安怎转，记载我安怎讲，记载我安怎诠释，反正上帝即嘛无伫遮。佮较趣味的是夏娃，夏娃甲即个撒旦的回答是安那？伊讲我的主日二老师捌安尼讲过，神曾说啊，都是上帝过去讲的啊，过去完成式，上帝过去讲的，即嘛嘛无拄拄是安尼。伊过去，我过去伫主日二听过5个饼2尾鱼，我过去伫主日二听过龙柱回头，我过去。有真侪基督徒对圣经的体会，都是过去啊。这种是骗囡仔的，这是主日二咧听啊。我即摆已经50岁、60岁、70岁啊，我咧信这，咪大家歹。咱怎样看圣经上帝的启示？是讲啊，这我已经读马太福音读20章、30章啊，我读来读去嘛是安尼，圣经读来读去嘛是66卷，也未出现第67卷啊。所以，这拢是知识、财物、过去，我即摆的现在无拄拄继续需要。这是咱对圣经，若无了解圣经是上帝，即摆对咱讲话的现场，就咱真有可能。真轻轻松松将圣经扛起来，就讲我讲好，今仔日读圣经读到这，安尼结束。其实圣经毋是文字的记载，圣经是上帝亲身伫咱的中间，对你对我的讲话。亲爱兄弟，当咱今仔日的信息到这，要邀请咱对上帝的话，对咱讲话的上帝有一个祈祷，甲这个上帝讲主啊。我每一天当拍开圣经上帝话的时，这拢是我对你的祈祷讲主。我每一天拢需要你啊！每一天我都需要上帝。这个对上帝的祈祷，会通成做咱今仔日伫信息的结束的时，用这首诗歌要做咱对上帝的回应。讲主，我每一天拢需要你。那亲像咱活地需要啉水。需要空气，这个真实的需要，迄个活地，毋是干那行尸走肉会呼吸的迄个活地，迄个活地是用上帝的话
要成做咱每一天真实的需要。每一天咱真实体会讲啊，这是我的生命，是你给我的生命，是对你的话得到快乐的生命，是你对你的话得到安慰的生命，是对上帝你的话得到医治的生命。咱只是要用这首诗歌来做咱的回应。我望咱在唱这首诗歌的时，每一句话拢会通成做咱的祈祷。主我予大酒分你稳定无作前，用诚实实找求你。亲爱的天父，我予顶脚无你，亲亲脚无你同在伫我生命中。为一你，我需要你，你为有真甘甜。为时间，我需要你，信心那好讲你。这是我的祈祷，愿我生命多多归荣耀给主耶稣。这是我的困求，愿我为咱爱你，因无心都去错爱主的心。咱这是要有一段祈祷的时间，伫祈祷的中间，我邀请你会通求上帝帮助，互咱对今仔日开始的每一天，咱掀开圣经，咱的心中有对圣经的相信，咱的心中有对圣经上帝话语的渴慕，咱求上帝互咱这个稳定，渴慕伊的话，相信伊的话，咱三甲开声来祈祷。现在主，我感谢你，你是对我讲话的上帝，你是对我的心内有心意的上帝。每一天当我拍开你的话，我要紧读的时，主啊，我的心内有真切的渴慕，咱亲像路金木花水一般。主啊，这不是圣经的话，我对你祈祷恳求，你的话会通成做我生命真实的经验。我要对上帝你的话有真真实实的渴慕，对上帝你的话有真真实实的渴慕。亲爱的主上帝，我要对你有一个真实的祈祷，因为你的话不是干那一个上顶，亲像阮路上的光，这种的祈祷而已。主啊，阮对你的祈祷，是阮看见圣经的话有安尼讲，讲要羡慕你，那亲像路羡慕溪水。主啊，这是圣经的话，但是阮恳求你用这个话，成做阮每一个兄弟真实的体会。主啊，你互阮迄个属灵会无满足，你互阮迄个属灵的喙焦，迄个喙焦无办法用 Netflix， 迄个喙焦无办法用 Disney Plus， 迄个喙焦无办法看电视、看三立，用无办法看报纸来得到满足。主啊，迄个喙焦是一直到阮谈到你话语的甘甜，阮才会得到满足。主啊，恳求你，互阮这个稳定，互阮每一个兄弟伫活地的时，拢有这个经验，就是经验你的话，非常非常有快乐，分一口气，进一到阮的内心。主啊，阮对你恳求，也毋望这个恳求成做阮的祈祷，毋望这个恳求成做阮的祈祷。我们跟主说，这是我的祷告。我的祈祷，愿我生命多多归荣耀给主耶稣。这是我的困求，愿我
阮对你的祈祷，也是阮所献上的敬拜。愿上帝你悦纳，愿上帝你的话继续伫阮的心中发动。你感动阮的时，阮的心中就愿意安尼来回应。同心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等下要来奉献今仔日是咱为着圣经学院的奉献的主日等下咱若要为着圣经学院的来奉献，咱用即个奉献袋诚做咱为着即个学院来做奉献做工请咱准备心这时咱要来奉献。奉献是回应上帝的听，以及信心的行动，请以感恩的心、敬虔的态度来奉献。开始奉献。是阮做钱，咸你领受我命转弯，星星甲我，加天开朗，好打出阮信心所愿，甘心乐意，一心一意，一切所有拢属你。阮上感恩，你上热烈，阮要做心意互你。会众请起立。阮到厝是阮做钱，咸你领受我命转弯，星星甲我，加天开朗，好打出阮信心所愿，甘心乐意，一心一意，一切所有拢属你。阮上感恩，你上热烈，阮要做心意互你。阮上感恩，你上热烈，阮要做心意互你。会众请坐。曙光分享，咱请何兆明长老。好，这时我来做曙光的分享报告。咱先来读今仔日本周的读经的迄个导读的金句，咱用台语来读伫哥林多后书第9章第6节，咱用红色的迄项顶上顶悬迄个，咱用台语来读。来，咱请。就知也少收少，也多收多。阿免哥林多后书第9章第6节，哇，这节是对我来讲是足短嘛感谢牧师用遮短互我读好，这是我来做的报告。今仔咱真欢迎新竹圣经学院的牧师庄信德牧师咱请伊搁起者因为。咱拍幕来欢迎伊阮周牧师甲阮潘牧师特别有甲我吩咐讲爱代表教会代表因来甲牧师请安啦问好，谢谢阮因为阮牧师有咧看直播嘿，我一定爱做甲到好，咱继续来。咱
后礼拜吼10月26，咱要联合礼拜10点举行会员好会中级改选。即天咱就一定爱准时来10点唔通袂记哩。礼拜中要改选两位长老3位执事阮咱的迄个会员的名单，咱会公布你迄个公布栏。若迄个名单若有啥物大家也感觉有无共款的，也是讲阮有迄个有登台的，你来遮来甲我我是何兆明长老，你会当来甲我讲，也是甲咱的在职的长老来甲伊讲。伫10月24下晡4点你才来做甲阮反映，阮才来做一寡迄个行政，也是后壁的事，互阮即个选举会当来真平和、真顺时来举行。好，过来。咱教会伫11月几号？11月23，咱要来举行野外礼拜。这是伫苗栗的，毋是苗栗新竹迄个绿世界。过去咱有去过，但是即摆迄是好像是7年前所以即摆过去可能遐内底会足侪无共款的啦，无伊会当开遮久，表示讲伊足侪无共款啦所以咱的11月23咱会当向咱的小组长来报名一个人的费用大人是1000，学生是800因为这门票就真贵所以入去内底应该是真看真好势一个所在，会当互咱去做这个大家去踏青安尼。好，搁刷落来。有影片介绍好来，咱看一下影片。好，安尼大家看了有详细无则赶紧来报名咱的迄个幸福小组即摆拢一定顶礼拜咱就开始咱的迄个辅助的同工伫1点礼拜煞要来备课，请咱副长大家来注意这个时间以上。咱的迄个教会迄个舞班也有飞鹰班、小熊班、小兔班，还有永光的舞团咱即马会使报名即马就是报名嘛对无？一定开昨天开课我的讯息较有落差啦昨昏就开课即马敢会当搁刷落报名？会无？团长会嘛？咱会讲甲吞吞吐吐，是会也袂使，会咱会搁继续会使过来报名一节课无上袂要紧继续搁会当来报名。过来是咱的迄个2025迄个社区幸福的月乐龄营这是算咱较侪岁时代会当来参与每一个礼拜拜一早起9点半到11点半这内底有翻唱有迄个乐龄的小组有创意游戏侪岁人一定爱创意游戏头壳才会搁较活啦咱大家就来来参与这个乐龄营的这个活动。过来这过来这有影片，这是星光学院，这咱就是对各学一年一直甲国中咱拢会当来参加，内底有刘哲老师会教咱英文，会教数学，搁教 AI 课程所以咱这个
特派的老师哦，真有这个财力的老师哦，咱会当来报名是拜二、拜三、拜四，下晡4点到暗时的8点，咱若有学生会当来参与这个活动，这个星光学院。搁煞落来，搁来是咱要庆祝这个圣诞节，联合圣歌队要开始练歌。11月1号要开始，每礼拜六7点半到9点，大家都爱邀请恁吼，大家拢来参加，聚会甲高中拢会使哩吼，报名。我是圣歌队的队长，所以大家会当较侪人来报名安尼吼，无拢。尤其是兄弟，拢迄个差不多差不多5期钟头安尼当算到6个啊。咱兄弟拢较少人吼，咱的姐妹拢较侪，所以咱兄弟会当较侪来唱歌啦吼。唱歌是学老上帝会当互家己的心情搁较好吼。有足好的迄个老师玉秀老师专业的会教咱安怎唱歌。吴长老感谢安尼吼。我真任的圣歌队的队长，伊安尼都拢袂来安尼吼。会记哩吼，都爱来吼。好，过来咱牧师甲团队去美国的南加州甲圣地亚哥因伫遐今仔日嘛有迄个台湾人教会迄个主日讲道牧师离即个休假的期间，若有啥物代志，咱来找尤国斌长老啦吼，咱来甲伊找，嘛会当找其他的长老嘛是会使啦。你若找无就嘛是会当找其他的长老安尼吼。好，过来咱教会要换迄个中央空调的即个冷气吼，总费用是400万，咱甲奉献甲顶礼拜是1128810箍。所以咱搁差200多万安尼吼，咱就为着即件代志，咱来祈祷来奉献以上。过来就是迄个是黄昌卫昌卫嘛吼，甲这爱玲因伫9号的时阵也有生一个查甫的吼，10甫的嘛吼，10甫的吼，对，应该是10甫的吼。咱真欢喜即马佫有一个新的囡仔会当诞生吼。好，咱为着咱即5位吼的健康来祷，有黄有明、吕君耀佫咱信志长老王洪碧溪甲张庆阳即几个拢是有诶是临时吼，迄个心肌梗塞嘛有，嘛有迄个血糖过高诶啦。咱嘛继续为着信志长老诶即个病痛吼来祈祷。伊即马伫厝今仔可能佫去回诊吼。咱嘛为着伊来代祷安尼吼。以上。后来咱敬爱的迄个詹赖桂凤姐妹蒙主温调，伊定伫10月24拜5上午10点半伫台北的华爱馆迄个景阳路3楼智美餐厅举行这个告别礼拜请咱嘛为着遗族来代祷。咱的诗班伫迄天的10点要来遐练习卫诗吼，请咱若会使哩咱就迄天就来遐来练歌吼。这是咱教会的网站吼，咱会当家己来连接，家己来看。好，佫带落来，咱来互相请安交为咱请起立。主来临就好你，平安福气满满心，我心心来将我你，光芒大日你大福气，上帝就好你，咱互相来请安哦。你的名跟着你，你若将我你，烦恼拢无
咱游园徛地吼，咱请庄信德牧师来为咱祝祷。咱上个领受主上帝祝福，但愿互人有愿望的上帝，因为神将因为喜乐平安赏赐互恁，也互恁借着圣神的能力，大有愿望，对打直到永世代无尽。阿妹。阿门。礼拜暂时到这结束大家平安。后礼拜讲继续收看。There's no